10樣咧最容易發達嘅方法，你估下係邊10樣？做 YouTube content creator 係有4啊。醫生咯、律師嗰啲咯，好咧，讀咁多書有咩用？炒股可唔可以具體啲咧 iBank 咯。 ？OK， 10啊 ，leverage 用人哋嘅錢嚟炒，leverage 10人咁仲有 index 分嘅，咁就係分第2係啊，10同2。炒樓得唔得啊？ OK，有啊5啊，磚頭好過咩啊？係咪啊？5好勁喎，個頭開得好靚喎。有冇 tips 啊？任何生意都需要佢哋。廣告唔係啦 ，sales 啊，哦，咁 sell 嘢好緊要啊，所以係啊。跟住就專業少少啦，我諗同電腦都有啲關係。寫 program 咯。 OK， 寫 apps 寫9啊。我仲未揾到1喎，1係咩而家你話賣嘢咧，咁而家好多都唔係實體啦， ？online shopping 係咯，online business 係啦，8仲爭2個。 3個都同啲科技有關。 AI 唔係喎，不過呢樣都可以係嘅 startup， 即係創科啊。剩翻2個，香港人唔識尊重，版權係即係有自己嘅 IP， 跟住然之後就可以賣啦。係，跟住1你夢寐以求嘅生活，嫁個有錢人，係啊，最容易嘛。係 OK，good list，good list。